尖子學生入讀咗重點中學就話要退學，阿媽用咗一招就令到佢考返全級第6。小雪咧以最好嘅成績考咗重點嘅中學，本來考第5，喺一次考試過程當中咧跌到15，後來又俾英文老師嘅批評之後，佢直接就話：我唔讀書啦，要退學。我喺中2嘅時候，因為被同學笑，而且又冇錢交學費，所以又被留堂，梗係要退學啦。我阿媽冇鬧我，亦都冇打我，反而由我去休學去種農務。每一日都安排好多嘢俾我做，去耕田、去磨豆，甚至去整豆腐，樣樣都要做。直到有一個獸醫同我講，種農務係全家人嘅事，但係讀書係我自己嘅事喎，先點醒咗我要好好地讀書，我要返學校。返咗學校之後咧，心態係完全唔同，成績咧就係衝去第1名，仲係全校第6。呢本書入邊講咧，小朋友休學唔係蠢，係情緒受到挫折。父母要做嘅嘢係聽佢講，接納佢，唔好夾硬反對佢。其實小朋友咧，只不過係要被理解，同埋要揾對方法。其實一個係轉捩點。其實咧，休學咧唔係一個終點，父母要接納小朋友啦，同埋要引導佢，先令到佢返學校，一個係重點。